乜都冇。哇！你搞乜啊？我頭先喺街度俾人劏死牛啊！劏死牛？我手機、銀包、手錶，全部都俾人搶晒啊！舊社會嘅時候咧，生產力低下吓，所以好多嘅農活咧都係靠牛去完成嘅啫。咁所以一啲咧比較強壯啦、做得嘢嘅牛咧就唔容易俾人攞去劏嘅噃。一般劏都係劏嗰啲咧冇乜耕田能力、老弱病殘嗰啲牛，因為嗰啲牛咧通常都係冇乜抵抗力啦，非常之容易劏嘅。後嚟就聯繫到一啲賊打劫嘅時候咧，就遇到啲好黑嘅人，咁就唔係好似劏死牛咁樣任你宰割。世界上嘅事啊，簡單嘅就極少，複雜嘅就好多，所以做起事嚟咧都要諗下，咁做利處喺邊就害處喺邊，比較一下係有利嗰頭重啲啦，抑或不利嗰頭重啲。咁呢種計較啊，廣府話咧就講成係有冇數為。哎呀，張師奶啊，街口嗰間衫店咧買2送1，好有數為啊！李師奶嗰間直接打個5折咪仲有數為？唔係廣府話嘅口頭語裏邊啊，計數咧係往往講成圍數嘅啊，比如講圍下條數先啦，啊條數咧圍得過喎，做啦，或者條數都圍唔過嘅，咪得啦咁。咁呢個圍字咧本意啊係一條綁嘢嘅大繩，咁引申起嚟咧仲有聯結啊、思考啊咁嘅意思。所以我認為啊，寫到圍數呢類嘅意思咧，係應該用呢個圍字嘅。咁呢個圍同為數唔少噃，咁嗰個作為點數咁解嘅為數咧係唔同噶。凡係做事，大部分咧都會有利嘅一面，亦有不利嘅一面嘅。咁所以咧，一定要為數，一定要喺決定點樣做之前啊，諗清諗楚。睇下有冇數為，咁睇下有冇數為唔係一件簡單嘅事嚟噶。有啲事咧做咗眼前會有利，而將來咧會冇利；有啲咧又啱啱相反，眼前冇利啊，而將來有利。咁有啲做法咧喺呢方面有利啊，嗰方面冇利；有啲咧又係相反。咁為數為得好唔好啊？咁就要睇嗰個喺度為數嘅人有冇本事啦。咁近年咧有啲電視片講翻起1944年抗日戰爭中嘅松山戰役。為咗攻克松山啊，中國軍隊犧牲咗好幾千人。有人可能會問，用幾千條人命去換一個陣地有冇數為啊？咁咁就真係要睇你點為呢條數。須知啊，日本佬佔住一個松山，就鎖住成條嘅滇緬公路。滇緬公路俾人封鎖之後啊，中國抗日戰爭嘅補給咧就只靠飛機。飛機運得幾多嘢啊？所以咪使旨意靠呢啲咁嘅補給嚟反攻。有成個戰局嚟着想啊，當時不惜犧牲打落松山啊，實在係有數為。不過所謂不惜犧牲啊，係要計下效果先至知道係咪真嘅有冇數為嘅。最初去攻山嘅時候啊，一味掛住攻打佢個頂峰，點知日本佬啊，淨係要氹你上頂峰，然後喺四面八方嗰啲碉堡開火，用成百支機關槍嚟掃，等你嚟幾多死幾多。有個軍長咧就喺啲死人堆裏邊爬翻出嚟，先至醒起打唔落嗰啲碉堡啊，就冇數為，於是改變嘅打法，逐個逐個咁樣攻佔佢啲碉堡。有個主碉堡咧係你點打都打唔到佢嘅，軍長咧就指揮啲工兵喺佢下邊挖一條坑，放咗3噸炸藥，咁就駁一條電線，撳下掣，嘣一聲送晒佢哋上天。咁嗰場仗咧打咗成100日，點樣有數為，點樣冇數為，日日都係喺度傷緊腦筋。
同樣我哋做啲事咧，究竟有冇數為啊？係要認真諗過、度過、算過先知嘅，個腦啊係唔懶得嘅。下邊越級挑戰嘅題目就係歇後語陸榮廷睇相係乜嘢意思呢？ A 明知故問， B 冇嗰樣整嗰樣， C 搞搞震冇幫襯， D 唔衰攞嚟衰。喺聽晚6點前發送838加答案編號到106620，答中嘅朋友呢就有機會獲得價值300蚊嘅豐富獎品啦。通過以下網址或者係短信方式向余老師提出問題，都有機會攞到獎品嘅噃。越講越過癮，我哋下期再見。